根據調查，過往1年咧有40%香港人受到腰痛嘅困擾。你咪以為你係嗰60%就冇事，原來咧人嘅一生有80%人啦係有機會受腰痛困擾㗎。我哋今集用科學頌缽嘅形式為大家一齊踢走腰痛嘅問題。咁講起腰痛咧，我哋先要知道有2個情況嘅。第一種咧就係發緊熱炎症階段，另一種咧就係非炎症階段。今次我哋先講咗非炎症階段先。咩叫腰痛咧？咁我哋都其實熟悉㗎啦，可能腰部嘅位置左側、右側或者雙邊都痛，或者係講緊臀部上方嘅任何一個區域，因為長期嘅工作勞損啦，導致佢受壓疼痛嘅感覺係經常發生嘅，未去到喐都喐唔到，但係稍為喐一喐就會好痛，咁持續咁樣去影響住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。咁腰痛嘅成因係咩咧？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佢呢個位置嘅血液循環唔好啦，或者佢啲肌肉咧好繃緊，甚至乎有腫脹，導致可能壓制住我哋啲痛感神經啦，令到我哋痛唔夠膽用力。一般我哋點樣處理腰痛問題咧？最直接簡單，食止痛藥、搽藥膏、黐鎮痛貼，但係咧舒緩咗嘅痛楚好快再翻嚟。原因咧係嗰個血液循環同埋呢個肌肉嘅運動力不足，所以並唔能夠有效根治問題。就住血液循環、運動力不足呢2點咧，我哋會用一個手法叫做共振。共振呢個手法咧可以好有效加速局部地區嘅運動、溫度同埋緩解痛楚。咁所以當我哋去咁樣處理嘅時候，就會直接咧舒緩咗嗰個疼痛嘅部位。共振呢個嘅手法好處咧，就係一個唔刺激我哋嘅腰部位置，而感覺好舒服、好輕鬆咁樣去舒緩痛楚。科學頌缽就係一門實用、有效、可解釋嘅療愈手法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分享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。如果你都想用科學頌缽嘅方式去解決身心嘅問題，可以報讀我哋嘅課程。